接下来进入听力测验篇章理解的单元。比较难的就是这个篇章理解，因为它和单句理解、对话理解一样，题目只能用听的。但是呢，篇章理解的内容比较长，所以会比较难一点。加会有2届到3届的题目，题目也是无文字，张先锋会有文字，所以呢，应用会用线来让你加界题目内地先锋，理解2届先锋的意思了后，将来继续填题目，打入规篇的文章线索内底来讨出正确的答案。那样的题规是用做词的，可比讲第一题，一钱空太少，钱放太少；二开头空空，抽屉空空；三开头没锁，抽屉没有锁；四锁得太暗，锁得太紧。第二题，先锋日是惊发生意外，怕发生意外；二不跟人交叉，没有和人往来；三听从人西行，跟着人流行；四求一个心安，求一个心安。第三题，第一个先锋是隔壁母病蹦出，幸亏有隔壁邻居。二生活苦没好偷，生活苦没有得偷。三仲下拢没窃偷，乡下完全没有小偷。四母下有人顾诶，家里有人看着。让了你到先锋之后，了解2届先锋的意思，应用去爱自己来听题目，用字来念起来。再来2题的题目含几个先锋，应用爱用字讨出正确的答案。好，应用来让你题几个用字词呢？